曾經嘅我連眼神接觸都唔敢㗎。生活圈呢，只有大概10個朋友左右。當我決定加入 Nu Skin 呢個事業嘅時候，就連最親嘅人都同我講：你做唔到㗎，呢個唔係歐高型嘅人。第一時間我覺得佢成功率好低，因為佢都唔係呢一方面嘅人才，講嘢又少，朋友又唔係太多。但係因為新冠疫情嘅發生，睇住收入大幅減少2/3，再加上自己本業呢又逐漸被 AI 取代，好多以前嘅模式都開始改變，所以生意真係越嚟越難做。但係小朋友嘅生活費呢、學習費呢又不斷增加，我知道我一定要為我人生作出一次突破，逼自己講多句，認識多個人，衰咗咪喺跌倒嘅地方起翻身咯。我發現優先教識我嘅唔係銷售，而係將不可能撕成碎片。後來更加令我發現呢度創造嘅唔單止係收入，而係資產。而家嘅我唔再被時間綁架啦，收入持續流入，可以陪伴孩子成長，亦都可以追求熱愛嘅事，呢個先係真正嘅自由。感謝 Nu Skin，令我將來可以擁有更多人生嘅選擇權，亦都可以讓自己閃閃發光。所以只要你敢開始，下一個轉身蛻變嘅就係你。